为着要庆祝世界12强棒球赛，台湾摕到冠军。花莲县伫11月29、30甲12月初1这3天，东大门夜市啊拢拍8折咯。也毋过，县政府是无提供任何补助，互打商是真不满。这是花莲东大门夜市啊，从4月初3地动了后，就冷冷清清，即晚哪像有较回温。加上县府为着庆祝中华队摕到金牌，11月29、30甲12月初1，连续3天消费拢有拍8折，尤其是买甲欢喜甲。不过部分的粉啊是感觉真无奈。现场太高兴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就尽力配合，说打8折，然后希望带动观光啊，对，然后所以虽然大家会觉得很不舒服，但是还是全力配合。粉啊感觉无奈，主要的原因是拍8折的活动，县府并无任何补助，无道理解是安怎庆祝，都要由粉啊来吸收。部分的粉啊规气休困，较免做白工。尤其是做饮食类、小吃类的，觉得说利润大概是在2成、3成，大概打8折的话，2成利润就整个被吃掉了。有没有跟摊商商量？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只有在群组在问而已啊，没有特别去做协调工作。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，12强冠军赛迄一天，县长徐正伟特别去东大门夜市啊，甲民众做伙替咱台湾代表队加油。要做拍8折活动进前，嘛有甲夜市啊各组委来沟通。另外，嘛有提供6000张名额100块的加倍券来吸引游客。我们是完全尊重主委他们觉得是否可行，那主委也回应他们愿意共襄盛举，那县府也就在加码6000张，大概近60万台币左右。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几天就是已过的这3天，其实在东大门所有的停车场基本上都是满的。不过嘛有粉啊私底下讲，使用消费券嘛是都爱拍8折，而且了后搁爱去换是真无利便。不过4月初3地动了后，夜市啊380个单位已经有20外个收起来，大部分的业者要是喙齿紧加咧吸收这的成本，只要会当向游客来遮消费就有价值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